AI 係咪真係可以作為商業 project 落地呢？今日等到 Eagle 拎罐啤酒出嚟同大家試試佢。今次實測我哋用少爺啤做例子，首先影好啲產品相，多啲角度，多啲構圖俾 AI 參考，跟住用 ChatGPT 研究產品網頁，再叫佢構思劇情同埋分鏡 ，AI 就會俾貼近品牌風格嘅建議你㗎啦。有咗 idea 啦，就用 ChatGPT 嘅圖像生成整 key visual，例如可以揾網上素材做參考，整張啱心水嘅背景圖作為呢條片嘅美學風格基礎，然後用翻產品相叫 AI 整廣告概念圖。記住啊 ，AI 未必出到100% 一樣嘅產品，所以要着重嘅重點係佢嘅構圖、光影、氛圍啱唔啱。有啱心水之後，就叫 AI 保持同樣風格，整埋其他分鏡，例如抬頭望上天花板嘅風扇，又或者茶餐廳望出窗外。下一步就係用 Photoshop 將我哋真實嘅產品相 key 入去 AI 嘅背景入邊，細心調節光暗色調，彌補 AI 還原度不足嘅問題。分鏡搞掂晒，就用 AI 工具，例如 VO2 同埋 Luma 去生成影片。VO2 強項就係佢嘅真實感 ，Luma 就勝在佢鏡頭控制同埋手尾幀功能。想要佢運鏡做唔到，咁可能就要 P 住下 frame， 然後再用手尾幀功能去實現啦。素材齊晒就要剪片啦。今次 VO 我哋用 Minimax 去分析兩角。香港製造冇咩好啤酒，背景聲效就用 Plain AI 去完成。香港製造冇咩好啤酒。炒埋一碟 AI 嘅廣告片就咁完成啦。想睇詳細教學，記得留言想睇或者講下對 AI 整嘅廣告效果覺得點樣啦。